屏东县的中治乡长郭家川牵涉到贪污案件，屏东地方法院一审宣判郭家川判刑8年，褫夺公权5年。县政府依照地方自治法14开始停止郭家川的职务，由民政科长来代理。那这个郭家川在呢，这中治乡前2任的乡长，也有代理乡长，拢有牵涉弊案。画面内底这个吐死卡咧致死的人，伊是屏东县中治乡乡长郭家川。去年涉嫌食钱收押要11个月，今年1月31交保了后，出席公开场合。不过2月7日正式复职了后，无到2个月，官司宣判，法官认为伊涉嫌犯贪污等罪，判8年，褫夺公权5年，以地方自治法停止伊的职务。本院认定被告古家川、张国栋共犯公务员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和行使伪造私文书罪，共计17罪。被告古家川因合并执行有期徒刑8年，褫夺公权5年。法官认为讲，郭家川的口座有款项拨入去，无可能唔知影核销的内容。另外一个姓张的被告，甲伊做伙出席公务行程，提单据请款，郭家川应该知影内容不实，或者是私人的餐会未当核销，竟然还阁同意，证明迄2个人共同犯罪，并唔是郭家川所讲的，伊完全唔知头唔知尾。你们去只在一乡之长去贪那个58000多块，我要为了我自身的这个清白，我一定要提出上诉。郭家川涉嫌以公效核销私人的物品，包括甲因老爸做生日、歌手演唱会周边的商品，金额差不多5万块。不过伊完全拢否认。中治乡的弊案不断，进前乡长邱永安涉嫌收乌西钱共安插职务，接任的柯玉秀嘛涉嫌诈领补助款。若做代理乡长的李新宏，嘛伫咧做联络乡长的期间，涉嫌收口面相，加上郭家川有3任的乡长拢涉嫌食钱。当然他们习惯了啦，习惯了，因为每一任都这样。乡民还是觉得不好，还是要那个长治乡应该加油啊。乡长小连刷涉嫌食钱，有民众真无奈讲早就已经管事。不过郭家川强调讲，伊绝对是清白的，嘛强调伊伫咧工课上无对不起选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